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家园两白。真侪人认为食猪皮、鱼皮，或者是食木耳、羊角豆这种加质的食物，会当补充家园两白，会当来修复关节、养颜美容。其实这个观念拢错误咯，讲不如食鱼啊、食豆腐要较赢。咱特别去请教到医师甲营养师来分析到家园两白真相。来看花式拍假特工队。像是猪皮、包含鸡皮、鱼皮的动物皮类，都被认为有丰富的胶原蛋白，进而达成养颜美容或者是延缓关节退化。真的如此吗？我们找专家一一释疑。我们可能吃猪皮吃到50克来讲好了，大概有80%以上都是脂肪，也就是80%。那剩下当然它有一些其他的元素，但大部分都是油脂，而且是不好的油的部分。会比较建议说，我们可能可以摄取一般的鱼类呀，或是豆腐啊，这种比较好的蛋白质来源，来作为我们要补充胶原蛋白的一个材料。动物皮要少吃，那么像是黑木耳、海带或秋葵这些食物被认为富含胶质，可以补充足够的胶原蛋白，但这些植物的黏滑成分其实非你所想。胶原蛋白它其实只在动物食品那植物食品你觉得它有点滑溜溜、咕溜咕溜的那个，其实大部分都是纤维，是水溶性纤维，所以它并不等于是胶原蛋白。那不可否认是它有一些营养在，可是并不是说吃它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那个弹嫩度。家园两百比各种的保健食品摕来消费，大多数佮强调好吸收小分子，真侪人相信家园两百对皮肤有好处。它经过我们的像我们猪脚里面有一些结缔组织，有一些胶原蛋白。食物它经过我们吃进去后，经过我们胃啊、肠胃道，它一定会要消化、要水解、要分解，然后最后变成小的一些氨基酸才能被吸收了。所以说你要从食物中你吃到胶原蛋白来补充我们体内胶原蛋白，我想说这个大概不可能啊。你吃进去什么东西，不代表说它一定补你什么东西。无论是猪皮也是补充剂，最后拢袂变成咱体内家园两百，摄取充足分量的蛋白质，包括三肉、鸡卵加上维他命 C， 真像是芭乐、柑仔类食物体内就会自行合成家园两百。平常时食是爱变金，这才是保养皮肤上好的方法。